台湾去年的诈骗犯罪金额有73亿，立法院虽然讲有修法，也毋过立委所表示讲，这诈骗原来是有3万外件，所以呼吁爱增加科技的侦查，也爱检讨逐个月掠诈骗的成效。台湾诈骗的案件真多，立法院伫去年3度通过打击诈骗五法，政府也成立打击诈骗办公室，也毋过效果无符合个人的期待，也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。敢若伫前年，民众被诈骗的金额就到73.3亿。打击诈骗办公室讲，去年下半年同来诈骗金额是49.5亿。目前也甲 FB、Google 积极协调，将诈骗内容提来。也毋过因为无打击诈骗专法，推动较困难。因为下半年又在审预的上半年的部分，2月1号重新的一个会期开始，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提出来。我们是希望是这个本人的申请，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。他说，全世界也没有人这样做，我们就是有人来申请，我们就要受理。那我们也能够找到这家公司，其实他们也配合。经政署统计，伫最近5年来，每年诈欺案件报案的件数有超过23000件，去年更加创新高到37984件。对个人定定看到的电商、游戏点数、第三方支付诈骗手法，数位产业署表示，电商雇主外劳危机，即马已经强化80间电商的资源体制。面对着第三方支付诈骗，金管会表示，社会有一时宽存和资金无法度流动，有机会甲被诈骗的钱替代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这个串联是电商的问题，还是第三方支付的问题？那接下来我们再针对他们治安会再有一些强化的作为。他这个报案的账户是虚拟账户的话，现在虚拟账户一定会对到一个银行的一个实体账户，也就是第三方支付在银行开的账户，所以银行就要负责，银行会把那个金额先圈存。诈骗方式愈来愈多元，包括网络诈欺、电信诈欺、其他的诈欺。立委呼吁增加科技侦查的能量，也追究所谓平台的责任，将会每个月定期检验打击诈骗的成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